各位香港街坊老友，真係講你都唔信啦！我身後呢間街市鋪總價先至19.8萬，首期8000蚊就可以上車，仲送人才公寓，簡直抵到爛啊！街市鋪嘅煙火氣先係真正嘅財富密碼，仲覺得行街市好麻煩？呢一間第4代智慧農務街市，直接刷新我哋嘅認知啊！3大核心升級，做民生生意穩陣到爆。第一點，安全升級，全品類溯源，從產地到餐桌全程透明，杜絕食品安全隱患。第二點，體驗升級，分區整齊乾淨，行街市好似行商場咁舒適，買餸都可以儀式感拉滿。第三點，交易升級，智能電子秤加多元支付，仲有線上運市加無人機配送嘅，既方便消費者又增加商戶收入。咁依家嚟睇翻呢個人才公寓，地鐵上蓋加成熟雙圈，精裝仲送全屋嘅家私家電俾到你啊！租客群體好穩定，放租完全唔使愁，低總價加低首付，無論係自住定係投資收租，呢一套公寓都可以滿足到你噶。有興趣嘅朋友仔，評論區揾小倩攞詳細資料啦。